今天我很高興來到這裡，跟大家一起合作啊！來那個北京帶領你們這個團隊，我好喜歡。我們應該把客戶當作一條狗，狗一樣。但是分別在於呢，我們看那個狗呢，我們不能打啊。如果它亂吠，我們要聆聽啊。如果它拉屎了，我們怎麼呢？我們為它擦屁股啊。我們要當它最忠實的伴侶啊，就好像呢對待屋企裏頭的寵物的狗一樣啊。那樣呢，我們就可以啊愛護每一個我們的客戶啦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為我們場上更多的狗。好，謝謝大家。屌你老味啊！條仆街笑乜撚嘢笑？你咁啊！你真嚟兩陣。屌你咩？下次叫佢兩個講啊！喂，屌你就算你佢，你屌我，你屌佢，撚做出聲！屌你講，我哋笑先，聲頭。我有練過㗎。下次啊，叫佢兩個講啊。好有特色嚇，係啊！你 keep 住咁樣咧，全部人都覺得哇，你真係好撚型。同埋你唔可以剝削大家同事咧學廣東話嘅權利㗎。你咁樣講落去咧，佢有朝日一定會識聽廣東話㗎。好，多謝曬大家。兩條仆街，大家都明，佢哋點曬頭咁走。好嘢，你唔係你咁之醜嘅人，我真係未見過我一個都唔明。喂，得，喂，冇問題啊！好。得，今晚嚟。點啊？阿婆叫我哋兩個去上海開會，今晚啊。邊兩個先？唔關我事。我哋兩個啊，我們兩個人啊。咁他呢？他都不用啦。對了。咩話？你不用？不用啊！喂呀！咩啊？今年幾大啊？32啊。咁啊啱啊！你有冇聽過理論話咧？如果一個人到咗32歲，出差嘅時候仲係坐唔到 business class 咧，咁佢嘅事業可以叫做好失敗。你都知啊，李生，明明公司俾我哋坐 business， 你係要犯賤要我哋坐呢啲，你真係唔知。有人話俾我聽，呢間航空公司啲空姐出晒名 OK 嘅。咁你坐 business 都可以 OK 嘅啫嘛。説話唔可以咁講喎，嗰啲後生女啱入嚟做。喂，咁冇理由叫佢招呼 business 啲客噶嘛，咁梗係掟晒落econ噶啦。我哋要睇女啊，咁梗係坐翻落嚟啦，係咪？喂，真係 OK 喎。哇，啲制服咧真係鹹濕到底喎。有個高登嘅 Prada 咧，就做航空公司，佢 post 咗個貼上去啊，就話咧，如果喺飛機度空姐被非禮，要經過3個步驟嚟處理嘅。